后来在地人在地前来去屏东的太武乡来看这场真精彩的抓乌猪的比赛，这是考验到排湾族青年的智慧、耐力甲体力。 比赛一开始，这个乌猪了乌白种，排湾族的青年都开始拍什么用手啊溜，结果根本就溜袂到。既然甲速度对袂到，就拔头壳看准伊的方向，大家做伙甲抓起来，想尽办法甲二条咧。一个包好将这只100公斤的乌猪甲放入行会重点。 这场精彩比赛是屏东太武乡收获节重点的节目之一。较早拢是抓山猪也是白猪啊，今年改用这个6队的乌猪啊。太武乡有这个部落青年甲陆军333里组8队互相的比赛。部落的年轻人是我们的依靠，来维持我们部落里面的生命安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发想了这样的一个抓山猪的项目。 要训练出部落勇士，太武乡透过抓猪的比赛，延续传统，考验这青年的智慧、耐力甲体力，培养族人的坚毅精神。